创世纪第1章，上帝的创造。起头，上帝创造天甲地，地是混沌，还未成形，深渊的顶面乌乌暗暗。上帝的神运行伫水面。上帝讲：要有光，就有光。上帝看光是好。上帝将光甲暗分开。上帝叫光做日时，叫暗做暝时。有下昏，有早起，是头一日。上帝讲：这个水的中间就有穹苍，将水顶下隔开。上帝就造穹苍，将穹苍下面的水甲穹苍顶面的水分开，代志就安尼完成。上帝叫穹苍做天。有下昏，有早起，是第2日。上帝讲：天下面这个水，就集中伫一所在，互大地出现，代志就安尼完成。上帝叫大地做地，叫集中的水做海。上帝看这做好。上帝讲：地就有食物，会结籽的菜荽，甲会结果子内面有籽的树，各照因的种类，代志就安尼完成。地就照种类生出食物，就是会结籽的菜荽，甲有种子的果子树。上帝看这做好。有下昏，有早起，是第3日。上帝讲：天顶的穹苍就有光体，来分别日甲暝，嘛做几做日年的记号，搁伫穹苍发光照地面，代志就安尼完成。上帝就造2个大的光体，大的管日时，小的管暝时，嘛造星辰。上帝将因下伫天顶的穹苍，互因照地面，嘛管日甲暝，分别光甲暗。上帝看这做好。有下昏，有早起，是第4日。上帝讲：水内就生产真侪生物，地的顶面天呢的穹苍，就有鸟仔在飞。上帝就创造海里的大鱼，甲水内生产真侪的生物，各照因的种类，各创造逐款飞鸟，各照因的种类。上帝看这做好。上帝赐福因，讲：要生产，要加添，互海里充满生物，互地上的鸟仔生产真侪。有下昏，
有早起是第5日。上帝讲，地着生出生物，各照因的种类，有精生得白的动物、走兽，各照因的种类。代志就安尼完成。上帝就照因的种类做地上的走兽、精生甲一切得白的动物。上帝看这做好。上帝讲：咱着照咱的形象，照咱的款式做人，互因管理海里的鱼、天里的鸟、地上的精生甲野兽，以及伫地上得白的动物。上帝就照伊家己的形象创造人，伊照伊的形象创造因，有男有女。上帝赐福因，对因讲：着生炭加添真多，充满全地，搁治理全地，嘛着管理海里的鱼、天里的鸟，甲地上所有会振动的生物。上帝阁讲：我将全地所有会结籽的菜蔬，甲一切有种子的果子树，拢互恁做食物。地上逐种的走兽，空中一切的鸟仔，甲伫地上所有得白的活物，我将青色的菜蔬互因做食物。代志就安尼完成。上帝看伊所做的一切真好。有下昏，有早起，是第6日。